6500，一切由天開始。中華文化藝術科技劇場計劃呢一個項目咧，基本上主要都係俾一啲人唔認識中華文化一啲基本嘅嘢，有一個入門式嘅機會。第一年係做五行，陰陽五行係講身體同思想嘅。咁啊上年咧就係講中國嘅美學，就講書法。咁今年就講中國嘅空間，咁啊講故宮。咁今年我哋嗰個活動就包括6、7月就去咗9間小學做工作坊。呢個工作坊其實主要目的都係一個比較活動式嘅教學，去體驗中國人9宮格，以至到中華文化講嘅4合院嗰個基本原則同埋觀念係啲乜嘢。黎達榮、梁冠麗合作畫咗一本繪本，個繪本呢就係認識中華文化。做咗8場嘅演出，5000多位嘅觀眾，咁呢就係喺個大堂開始就已經係有一個9宮格嘅框架，等大家睇演出之前呢有一個體驗。我亦都呢邀請咗阿 Grace 姐姐呢，就做咗一啲呼啦圈，用呼啦圈去講天圓地方。喺嗰個演出裏邊，我哋用咗康熙夢遊紫禁城，就透過小康熙登基咧，佢喺夢中裏面啊撞翻一啲設計故宮嘅精靈，介紹翻咧故宮天圓地方、中軸線、4合院、12地支、12生肖嘅呢啲基本嘅觀念。千幾位嚟社福界嘅一啲小朋友家長就可以上台參觀，介紹咧舞台技術嘅一啲基本嘅概念。另外一個好核心嘅咧就係實習，今年有好多人報名，200幾個人報名，中間我哋就挑選咗20位，等佢體驗下劇場嘅一啲工作。阿黎達榮咧就同佢哋做咗好一啲工作坊，關於顏色啊，甚至乎參與製作部分嘅道具，咁係一個好實質嘅一個體驗。我哋喺文化中心咧都做咗一個大型嘅裝置，透過一個立體地盤架嘅模式去建構一個4合院嘅空間、9宮格嘅空間，等大家咧認識中軸線嘅觀念，等小朋友可以睇到一個空間，佢唔係淨係睇住個手機嘅，佢要喐動嘅，喺裏邊咧行嚟行去嘅一個地方。呢個體驗咧亦都有好多啲社福機構啊，或者係嚟睇演出嘅人咧，佢都可以體驗到。一個好色彩繽紛嘅裝置啦，會好吸引到學生嘅眼球啦。喺一個好適當嘅一個導賞之下咧，同學仔就真係學到佢真係要識嘅一啲傳統文化嘅知識。學咗一啲關於故宮嘅建築啦、天圓地方嘅講解，有多啲體驗性嘅活動俾我哋去學習，可能就方便更加容易去吸收咯。仲有一個咧就係老師嘅工作坊啦，點樣能夠可以利用我哋提供到一啲教學資源，等佢哋豐富佢哋人文學科嘅教育。服務使用者其實參加咗3年，佢哋都好期待緊每一年嘅暑假都唔同嘅機會下認識到中華文化，都係一個好大嘅得着嚟嘅。教學可能好多時都係比較單向少少，咁變相其實透過呢啲多元嘅活動呢，係一個好有趣嘅學習方式。好好睇，講咗好多關於紫禁城唔同嘅建築啊，每個結構都有唔同意義同埋象徵嘅地方噶咯。用音樂同埋嗰個唔同嘅漫畫啊，即係令到啲小朋友好似同即係一啲好遠古嘅嘢都有啲互動咁樣咯。自己都學到嘢咯，即係嗰啲時間啊，原來係可以咁樣同空間放埋一齊嘅。安排埋旅遊巴俾我哋啦，因為其實我哋都遠喺九龍區嘅，同埋頭先一個好特別嘅部分咧，就係介紹埋咧成個劇場嗰個設計啊、燈光啊、一啲聲音嘅效果啊，咁佢哋都會對呢個嘅活動咧係好深刻嘅印象。喺度唱歌嗰時咯，有12生肖，有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好玩耶！過去3年呢，我哋係已經建立咗一個學習中華文化嘅框架，其實就係中國文化嘅基本嘅入門嚟嘅。未來我哋會深化呢一樣嘢啦，同埋我哋過去嗰3年做出嚟嗰啲教材，其實都係繼續俾學校運用嘅。點樣擴大去多啲學校，等多啲學校知道，同埋做多啲 train the trainer，即係等多啲老師
佢識得用我哋嘅教材資料去同學生做一啲中華文化嘅一啲基礎嘅教育。